哦，上擺看到差很多哈。哎呀，因南行冇按牙呢，冇按多哈，冇快冇按多哈。今年快按多哎。哦，那边还有哦，那边贵鲁哦。ผิดภัย哈。对不满意啊。老公不是很浪漫的，但是他就是我们可以带着他。勉强配合就带着他走了，但是他不会想，他不会说，今天我们要去哪里，要去哪里，他不会先开口，但是就是说我会开口说，哎，我们要不要去那个地方啊？要不要去哪里啊？他就会跟着，对，就爱跟呐，他就会就是说就会配合啦。哦，看下对，这样哈。对啊，这个。สวัสดีค่ะชื่อบุญโฮมหายค้อนะคะมาจากเมืองไทยค่ะอยู่จังหวัดหนองคายค่ะเกิดที่จังหวัดหนองคายแต่งงานมาอยู่ไต้หวันค่ะมีลูกสาวคนหนึ่งค่ะตอนนี้เปิดร้านอาหารไทยอยู่ที่ชินจูจูตงค่ะขอบคุณค่ะ走了，去买菜。那照新头，上去照新头7点钟来哈，红来了传统时装，卖了照新头因个店方会用来出。我不讲就不看能准备东西啦，我就出点我会准备了这东西，那了了呀哈，就用是俺不都先平和来照新头人呐，但是卖是葱啊、蒜头叶。個春菜、香菜嗰啲都有，風菜條，鹹啊，他把賣些個點員工來吃的東西，3盒，對，那個2包，對，這樣多少錢？90、900、700、1600。好。谢谢哈，爸爸。好，谢谢。谢谢，感谢。那个煮水，帮我把它先煮水。如果有营业的话，你儿子差不多8点，然后他就下来帮忙。我们11点要开始营业嘛，就是说他如果看到就是很多东西都没弄好，现在我发现他个性也会慢慢会像我，就是会比较而且赶快弄，赶快把那个事情准备好，营业的时候就会速度会比较快，出差会比较快这样子。如果可以帮忙到这样子，我觉得女儿这样子是蛮贴心的啦。就一起来帮忙弄，这样比较快。你们的指甲是一起去做的吗？爱漂亮嘛，对，爱漂亮嘛，就是会对，有时候我们就会一起去做女生爱漂亮的东西。
我等一下要弄个早餐给我们吃，然后再来拼工作。小时候觉得妈妈女强人的那一种吧，很凶啊，可以讲吗？很凶是没错，但是对我好的时候就是不会少这样。一起出去玩啊什么，有时候鞋子衣服也会一起穿，就像姐妹这样子。你说要做几点的车？啊？0点22，那叫他45分过来载你，啊。喂，大哥，那个1点45有空吗？载妹妹哈，好，谢谢，好，拜拜。今天呢，妹妹要下去台中读书了。现在3年级了嘛，3年级的话功课就没有那么多，然后她就是差不多礼拜5晚上或者是礼拜4晚上，有时候有课，有时候没课，反正就是没有课她就会回来，礼拜6就会来帮我们，然后礼拜1她就早上帮忙，然后下午就回去这样。但是我们刚好营业时间，我们就没有时间载她。就叫朋友，要帮我们载到那个高铁一下，用煎的比较香哈。赶快吃。今天我们的还没有那个订单哈，早上啊。我店里啊，就是我都要从早上7点起来，然后就是去老公去买菜，然后我就在店里，就是有东西要拿出来退冰嘛，就先整理一下，然后员工10点他们来上班就会来处理啊，还有洗菜啊，就备今天要用的那个菜啊，那些这个菜要调出什么味道，大部分都是我了。那猪手的话，他们也会炒，就是在旁边，但是我还是要去试一下味道。然后最早的那个跟我做的话，应该有5年哦，应该有5年，从旧店开始，没有很久的也是要快3年了。突然用运动猴啊，他讲什么他不会说很生气的骂你啊怎样的，他会跟你讲说，哎，这个要怎么做，那个要怎么做，我们就照他的意思做就对了，就这样啊。但他很好啊，福利也不错。哎，你上会的东西哇，比如讲哦，我就想讲做按球咧，坐在嘴哼哼聊聊么。佢講好啊，那你來，我講睇講用安排，幾時就開始行動咯，開始準備咯，用你啦，是那個嘛，武林農場，嘿，武林農場哦，那個一大哦，開到東醬哦，永遠有東多，睇講有嘛是東多上片啊，一東片以後當用心乜改幾者哈，係啊。对啊，因为他真的是讲什么他都懂哎，像我们客家人要做的事情他都懂，我们客家人有些事情我们也不知道，既然外国人都比我们还要那个，真的有时会很惭愧。我们11点开始，差不多11点15分到20分左右可以吗？好，谢谢。对。那爸爸你写字桌啊？外带内用。
嫁過來要差唔多10年冇做事，即係按樣土成人地屋卡種菜啊，按樣天家樣家關係山人啊，到出來做事咧是未愛做嘅長日班啊，轉去喺做啲古啊到成人。做事要差唔多4年5年，要上講係自家來創業轉去老公講，我要看到人搭嘅出租我做啲做嘛，我做啲出去做看嘛樣，正開始老公講，我想自家做啲外帶啊小攤位這樣子，老公就說那這樣不然就試看看，佢很空用支持你啊，這樣子。辣度要什么辣？啊，辣度，不要辣，不要辣。对对对。我是感觉它是因为离乡背景，有时候是会有一点点好像是想家的样子啊。所以说有时候我们有时候斗嘴还是什么啦哈，你好吧想讲你付出那么多，你也当通信也尽力了，所以说我们要做什么的话，我都会去支持他。是做还没点好啊？我其实在泰国不是很会煮菜，但是因为嫁过来的时候，当时就是20几年前嘛，就是你想要吃的这些泰式料理不是很好找，然后我就想说想要吃的时候。就打电话跟妈妈请教一下，叫她教我一下这样子。我开店的时候，妈妈有来过台湾，然后我有煮几道菜给她吃看看，她说味道还可以哦。经过妈妈的口中讲说可以，就是更有信心了。好，一个而已，助手就 OK 了。剛開始做嘅時節。又冇做乜嘅廣告啊，冇賣煙夾落來說啊，要就是朋友，慢慢要人客要出過咧，一是為介紹朋友啊，加基本卡煙啊來試試，越來越多人來試試。剛開始要差唔多8年，兩公婆同下做冇乜嘅薪水。不过我没有放弃，晚回去想的时候，当初没有放弃，这是一个对的想法。好，跟你们介绍一下，那个我们楼下就是店面，然后楼上就是我们可以住的地方，就是很好。那个房东他给我们楼上可以住的地方哈。然后我们那边我们是我的房间。妹妹的话就是她读书了嘛，就是说是有假日回来，然后这边也有一个房间给她，对，休息住。这个也是一个缘分。这边的房东的，他时常去我店里吃，我叫店就是在旁边的，像那个人家卖场搭出来的那种铁皮。真的是超不方便，然后中午也没有地方可以休息。他后来跟我讲说，他看到我们2夫妻是一个很老实，然后他说很认真在那边打拼这样子。后来他就说，我空房子可不可以就是租给你？你要不要？有没有兴趣这样子？我就是好开心哦，那个很有缘，他算一个贵人。你看，哇！可是为什么衣服会这么破啊？以前就是那个婴儿，就是不是包婴儿是这样子嘛，头是这样放，然后就这样子包，不是这样包吗？小时候的婴儿这样包，然后呢没有包的时候就变成盖肚子，可能盖，他就越摸越习惯。对，我也习惯这样搓它，对，睡觉。不然这一次你就不要带去台中，我就帮不你戒掉。行，帮你戒掉啦。不行。快点，等一下车子来了，快点，下来。哎呀，这好像离家出走。
妹妹回去读书，她像我们4个人了。其实妹妹算是一个很独立的，对，其实她还蛮多事情，就是比较不用你去担心，但是当父母的人还是会担心自己的小孩呀，怕他交到就是不好的朋友，然后现在的网络那些都很发达，就很怕他迷到了。基本上妹妹交的朋友，我就会跟我讲，就算在台中那边我没有看过他们，但是还是会给我看说，哎，我今天跟这个朋友出去啊，或者是有男生的朋友的话，他也会讲说，现在是跟这个一群的朋友有谁谁谁这样子。如果没讲的话，我可能就是说还不敢跟妈妈讲吧。再去给他也可以啊。就是拿钥匙有没有打给你了？灯关掉。哦，然后去那个一个姐姐家，这是好姐妹的家。今天我们有聚餐，要去她家那边，大家弄东西吃，过完年当做春酒吧。好，好了啊，好了啊。拜拜。拜拜。出发啦，出发。放假來台灣嘅時節，就會去轉去個媽咪個上下帶哈。該打我妹妹嘛個台灣人呐，沒什麼外籍的朋友這樣子，全部係是專門搬個屋企人呐。所以冇想講誒，出去冇為交朋友嘛個冇啦，冇想安多啦。又出來上班咧，就慢慢熟識通識，這樣慢慢就會有交朋友。这个是一位大哥，我们叫他张大哥，每次都很照顾我们呐。大姐，对了，你上这来，มาแล้วมาแล้วมาแล้ว这个水梨昨天去玩回来的，这个，哇，那我不用煮了，都那么好吃了，我不用煮了，这个就是我讲的那个一个姐姐，金子姐姐，不，燕子姐姐，燕子。这个也是好姐妹，这个叫姐妹啦。对，这个是叫淑萍，这个也很会做菜哦。他们是哪国的呢？缅甸。这个是方萍妹妹。这个T接都是同乡。对，这个也是姐姐的同乡的哈，姐姐的同乡。那个是念婷妹妹，他们都比我小了，然后2个姐姐比我大。有留什么给我做的？豌豆粉，完蛋了，那个我讲一讲就好了。没有，等一下我来弄凉拌木瓜。其实我在店里也会煮菜，但是我来这边我大部分都不用煮，这有很多东西好吃，都是姐姐妹妹她们很会做，而且都是做我们的道地菜的。那当时怎么认识他们？当时是吗？就是今天那个妹妹没来，她要上班。妹妹嘛，我叫她是念真，因为她是住我家附近，然后住附近，然后她刚嫁来，她也没朋友，就是我们跟她老公是邻居嘛，就认识，然后就有介绍，我就想说，她会讲泰国话，跟她聊得来。后来她才介绍说，她姐姐亲姐姐后来就带我来这边了。来这边的时候我就离不开这里了，来到这边的时候我就把这边当成，把姐姐当成我自己的姐姐，然后就当成娘家。每一年回娘家我们都来这边，跟他们约好就来这边。每年年初3了。对，每一年前年初3我们这边就是我们的娘家。做的那个糯米饭，还有姜黄饭。
对，先盖起来，等一下冷掉，等一下我们吃的时候冷掉。嗯。哦，我还没有介绍，这个就是念华，但是他上班2天，休2天，他就会去帮我。对，就是念华。刚认识的那个是第一个认识是他妹妹，然后他妹妹今天要上班。好买糖啊！我们祖先呐是属于南到缅甸，可能打仗停留在那边。到我们这一代的时候是出生是在缅甸，所以我们身份证是要拿缅甸的。我阿姨是民国50年来我还没出生，然后我妈妈过世了，她就申请我过来。我74年来75年才结婚。因为大姐先在这边，所以我爸爸就很放心让我们过来。然后刚好我过来又在大姐家的隔壁。然后我们带那个妹妹来，很放心，把我们交给她这样子。这个是舅舅的，哦，还有是表妹的、叔叔的、阿姨的，都是拉自己人来。这些都是我们从小一起长大的，同一个村庄啦，一个拉一个，对啊，都拉自己人了，别人没有乱拉了。好吃饭了，快点。好吃饭。那拿一个碗啊，拿一个碗。对，这个要放进里面。这个就是米有啊，在线，里面。板条，你们要板条了吗？然后要加这个，要加这个酱，好吃啊！对，好吃。姐姐很辛苦了，她从昨天晚上就炖那个鸡等我们了。妈妈有看过，对，都有看过，因为妈妈有过来玩，然后有一天我们都叫他们一起去我家。姐妹用聚这样子。对。Hello， แม่口语不太好。เฮ็ดหยังนั่นโอ้นี่มากินข้าวสวัสดีค่ะอ๋อนั่นมากินข้าวเห็นบ่มากินข้าวอยู่บ้านนั่นเอ้ยนั่นน่ะกลับมาแล้วล่ะมากินข้าวอยู่บ้านนั่นเอ้ยนี่นะเอ้ยที่ว่าเพิ่นมากินดูนี่ล่ะ เห็นว่าเนี่ยตั้งหลายคนเห็นปะเห็นบ่เบิดทีมหมดทีมเลยแม่บอกว่าหมดทีมเลยเบิดทีมเลยเดี๋ยวอันกิ่ว差不多3年lang 4年没做呢想妈妈当然想了因为妈妈慢慢是年龄越来越大然后会担心说กิ่ว過好麼？要人照顧佢麼？驚佢ทั้งสิ้น哪片痛唔敢เล่าโกโก้講，因為媽媽冇เล่าโกโก้姐姐帶，我買提，我做嘅房子本媽媽帶，我想講冇เล่า佢同下帶，能盡一個能力，然後給媽媽過得舒服一點這樣子。นั่นตัวจอยกลับมานี่นะบ้านเอื้อยพวกนี้แม่จำได้ปะบ้านเอื้อยนี่จำได้记得他看到我很多好事他好开心现在真的很方便对呀妈妈也会啊但他也都是很早之前来台湾的那你们之前就是都怎么跟家人联络杂货店有电话，然后就打电话先去预约，我说可以帮我叫谁几点，然后我等一下我再打去这样子，然后那时间到了，他们就要帮忙叫嘛，我们再打电话过去。因为那时候觉得好贵哦，就是99才打一次哎，而他们这也要钱，记得好像几分钟而已，就要3、4百呀。叫过来哦，就是还没之前我来上班嘛。然后就还好，没有那种感觉。那我们事情办好，然后嫁过来，我第一次坐飞机过来，我一个人坐，然后老公在机场接，然后一下机场看到老公，我不知道哪里来的眼泪，他一直掉，就感觉那种我那个人可能就是。我唯一的可以依靠的那种，对，感觉那个跟那个来工作不一样。
现在好多了啦，就是说习惯这边的生活，然后这边的姐妹也都很照顾，对，都很照顾。今天呢，我们要回美家，然后今天刚好有扫墓。然后要去扫墓，大家庭去扫墓扫好，然后兄弟姐妹要回来吃饭。好，那我们就去咯。1个小时可以吧？可以的，不塞车40来分。宜兰跟金门10度，我们这边就10度了，我们那边。老家那边更冷，上回这边10度，那边才7度。thì bài nói Thái Văn hay nhiệt thiên,所以温土摩擦按多。chẳng nói là sẽ đi còn Thái Văn yếu ăn lang, 所以摩tại ăn多三。อันนี้nói Thái Văn chỗ ngoài lo à ha, yêu theo Thái Văn như nào, còn đó anh ấy摸上嘛，又到台湾人基本很多，基本拿掉上他们家或者是朋友这样子，不要就会拿给我们，我们就觉得好开心。就是冬天的时候有外套，有那个可以保暖。先关起来，要先关起来。车上了嘛，再去搬一次，然后车上看有没有手套啊。哦。这个是那个老公的堂弟，对不对？堂弟，他们每年都会那个爸妈和老人家剩下妈妈，老人家也不方便出门了。还有大伯的媳妇。从嘉义上来的，他们可能路上远了，还没到。刚刚我看到一个蓝色的，我以为是你跌倒。你乡音挂子哈，准备盖哦煮肉，个金运子起跑了的，哈。我哋挂子啲草橋要時台方，先聯絡好，比如講元宵節過禮拜日，大家講好，差唔多到嗰位8點到9點之間開始，各方排演來啦。今日要差唔多。今日要12、13、14左右啊。放烟差不多了。这边的扫墓跟我们泰国的不一样啊，我们泰国那边的是就没有像这样子集中就是坟墓，我们是在庙里面，我们要到庙拜拜，然后就是会念那个人的名字啊，拿东西那贡品那些去拜拜，让他知道说我们来拜给他这样子，就是要念那个人的名字。如果可以再选一次的话，我可能会想说不要嫁那么远，不要嫁那么远，对，因为我爸爸过世的时间，赶快是几人的话哈，是血氧啊，植物人，上来照顾爸爸冇办法，都是来唔差咧，其实过身咧。堂嫂，这是二伯的媳妇。我有拿那个纸巾来可以擦，等一下。我用这个擦的。没有，我有带。厨房纸巾大哥那里没有。哎，海伦啊，因为我们家跟他们家有一段距离哈，所以我们也是不是说常常在碰面，但是我们就觉得我们也是聊得来啊，偶尔见面一次都很不错这样。我叔叔都一直说这个媳妇很好。
家是什么？有吗？有吗？他会去跟人家讲吗？有这些话你是听不到，知道吗？要我们才听得到。真的。他自己也是还蛮好的啊，自己也是他适应力很强啊，已经完全融入了。他连接什么东西的话，现在家里都靠他。我还是觉得自己有些地方还是要再学习。摆的我还是要等那个嫂嫂来。你看我刚开始说我会准备东西，但是怎么摆的话，我还是不太会。对，就是说怕不对的地方的话会不礼貌这样子。帽子拿下来。你拿这个小心。你带啊，所有带啊，所有带啊。我这里有啦，来这里。海哥，你知道这为什么要吃蛋这个？我这个不是没有勺，是有小。我刚刚还问他们呢，他们说什么长虹是吗？彩椒。唔係啦，嗰啲博雲開時雞蛋嚟嘅，乜嘅意思啦？啊？炭烤嘛意思，炭烤。偷金炭的那种。对。客家呢？客家话怎么讲？烤啊，叫烤啊，两种啊。谁要胡家园啊？就是换新这样子。对的，说和家族什么会换新怎么样？一下烧一把。习俗放鞭炮是总先拜完了以后，因为我们刚拜的时候，那个长辈会请神嘛，就请那些祖先啊拜好咧，按孝敬孝和，按你表示哦，守心是按那意思。每个地方的习俗不一样，你的南部没摸啊。来跟介绍一下，我公公婆婆的我公公，爸爸，嗨，美美说，嗨，这是我婆婆，两个老人家都住这边了，以前是老人家是住老家。然后就带他们来这边，就是比较方便，那个，因为爸爸他跌倒之后，那个不方便走路了，所以在这边的话就会比較方便推輪椅啊，什麼東西都比較方便。จังกาก็ไล่摸同下大，要妹妹咧就會要轉起嬲雞家樣家關大同下大。啱時到啲老人家當為照顧成人，樣為成人想是受不了啦。尤其是我公公啊哈，佢是本成人辦幾個事情，佢咪為安排本成人安排好做好，相信我咪當好羨慕我婆婆啊，我公公當疼老婆當小姑娘出嚟啦，我是老幾兩屆大嗬，門ที่就冇安排啦，該做煮菜啊、洗衫啊東西。佢咪冇當愛念成人呢，除非講佢做唔錯嘅事情啊，佢就唔會講啊，是用教用講，好好講。阿公肚子餓了吧？啊，他叫安妮，然後他是來幫忙啊，照顧阿公阿媽，他來自那個印尼，然後我們沒有在家的時候，都是他很照顧阿公阿媽，煮餐給阿公阿媽吃，我就會用那種就是。
同情心，就想说以前我刚来的时候，就是人生地不熟，然后他需要什么，我尽量就会去问他啦。哎，你喜欢什么？你要吃什么？而且他又不吃猪肉，应该比我更难适应。对，因为比我更难适应。就是炒这个蒜头。他来的话，应该就是比我更难适应这边，因为他国语也不会，然后客语我公公婆婆又讲客语，然后客语又也不会，完全都不会，然后可能就是说语言方面比手画脚在那边，很辛苦哦。其实他们来这样子也是很辛苦。当初我来工作也是，但是我来工作是在工厂里面，所以比他好一点，就是比较不会那么。适应的没有那么难，因为大家都是一起，然后还有翻译是帮我们翻译这样子。那时候来上班没有接触这个客语，然后嫁来的时候可能差不多1年吧，才知道说自己会讲客语，但是不知不觉就会了，因为跟老人家讲话，天天听的话，就会慢慢就会自己就会讲，对。我简单的菲律宾上班是在嘟演工厂忙演，按工廠廠回路落去做，但我不想嘟会提嘅偷撇，結果咧工廠人嘟都喺窮班啦，就煙粉嘢啊，你都上班嘅時候兩隻熟死嚟啊，如何上班㗎下看到佢安怪怪啦，係啊。看到佢張煙，食煙、食檳榔，食酒，我冇中意，我冇中意咧，就一上講交嘅朋友要差好錯出去聊，因為我喺呢係外勞啊嚇，冇上講係加半機啦。後來就是記得係。忙結婚嘅是來家屋卡100，是看到爸爸媽媽兩個老人家當老師吧，還是想講最少啊，本性還是會還不錯的人這樣子了。後來媽媽才會講說，叫他要不要跟我結婚，這樣子。兩三把要緣分㗎嘛，對啊。唔係講。應該係可愛嘛，嗰啲東西。哎呀，講唔出。他有講什麼求婚的話嗎？讓你感動嗎？沒有呢，我真的呢，沒有呢。有一些保留。要保留。我唔卡嘢啦，我叫錯號啊，我唔卡嘢。兩嗌尖嘅嚇，嗌尖鐵絲嚇，鐵絲嚇，啲大虎橋係家老公，嗌熟嘅嚇，嗌熟鐵絲嘅嚇。還有兩小菇，小菇有2個，這個是小的，兩個是加老公哈。這個要介紹嗎？這個，還有這2個帥哥是那個小姑的兒子，媽媽有回來，大部分都會跟着回來這樣。今天是因為我們家族有掃墓，然後剛好就想說，哎，有一些拜拜的東西，然後就叫他們說要不要回來吃飯啊，這樣大家就可以聚個餐。我嫂嫂過來很乖啦，很肯做，真的，她很厲害。你做媽媽嘛？係啊，我媽媽說哈，走禮啊對話哈，摸一啲摸準咧哈，唔怕。挨手也冇轉咧嚇，會容易冇反應。我哋當本唔會煮。教我煮菜那些，應該就是跟婆婆煮的，就是在旁邊這樣看。該是你用乜用講話啊？用乜講啊？你是會講啊？忙啊，但開始忙乖。
必須白雕啊，嚇。係啊。講下咁啊，係是啦。媽媽依感覺講，啲講客，เราไง講客，ไงสิไปทางไงสิ講ไงจริง講อย่างค่อยสิทาง唔識啦，ทาง唔識，ไงสิ上講講用筆，ไงสิ按看應該係咁樣啊，ไง就咁樣做咁樣啦。其實講ค่อยสิ冇ทาง唔識啦。ถามสิมันเลยกองเลยโต๊ะกองเลยทงหากิ้วเลยจะไปกอง我们的辣椒酱没带来啦。自己炒的。也没香菜，爸爸等下午去采香菜。那边不是很多？有啊。两天我回去凭证才叫。到外婆家放寒假，是吗？对对。你有看过吗？电视上看过。看没有？看过。没有，我电视第几台？那时候第几台播的时候我有看。17啊，也是客家。就好像有。有啊，在老家炒那个客家小炒。有吗？我怎么不知道？有。哦。啊，我想好老。那个有像吗？一款一款果鸡啊。要吃啊。你有看过吗？没有哈。来，爸爸一款，你看妈咪。还说别人送男生送的。因为开始没有想要有小孩啦，就是没有想那么多，应該有快2年才懷孕。老人家同講，種一屆妹，暗果種家屆來，腰攀，兩三是腰攀。咁個奶上講，我們2個之間有生一個就好了。那時候也沒有什麼能力啦，有一個的話，心思全部都放在他那邊。我想說這樣子會比較好。經濟冇生活啊，應該唔夠，佢冇上班啊，挨下上班。要培養一個小孩子，真的，如果是只有一個人上班的話，真的，我覺得不過去培養小孩。後來就好啊，就生一個就好了。小贝贝，看小贝贝。吃饱了，还在啊？在，现在还在啊。那你的报纸？没洗过，那不行，那不是发霉臭掉了。那时候看的时候是觉得他们对妈妈是真的很好，尤其是阿公，是对妈妈当做自己的亲女儿那一种。但是阿婆的话就是老人家的那种重男轻女，可是在其他方面是对妈妈也真的还不错，就是生活上我觉得都很好。这个阿婆的，这妈妈，这个是大的小姑，这个是雅琪的堂弟，这是雅琪。以前会拍这样子，然后现在都留在手机上面。还是要洗出来一下。洗出来这样子看很好看哈。很冷呢。很冷呢，没有彩又没有可以用。走那边。走这边不会滑。我要来采我们店里要用的香料，有打泡叶、香茅、南姜、柠檬叶，那都是店里泰式料理用到的。在这一块田呢，是那个公公给我们在这边种一些泰国的香料，店里要用到的。以前是种茶叶的，然后现在我们没有时间去顾茶叶，我们就顾好我们自己店里要用的香料。我的店里是礼拜天休息嘛，然后礼拜天就会来采这些材料，然后中间老公可能是礼拜3、礼拜4。早上的时间，老公就会
回来采一下，然后顺便看看一下老人家。爸爸，我觉得今天下雨不要采那么多，对，不然的话拿回去不能保存太久。今天呢，我们放假，本来想说要骑我的那个 Vespa 出去，然后兜风一下，但是要下雨啊，因为我的 Vespa 不能淋雨啊。那我这台呀，是因为我看了很久，然后但是那以前就比较没有那个能力嘛，就只能看而已。现在有一点点能力，自己想要买的东西，然后所以就跟老公讲说，今年的我的生日可不可以就是说跟他交换这样子啊？他的生日先到，我就先买个手机给他，然后就跟他讲说，那我的生日的话，我就选择买这一台车当做我的今年的生日礼物。哎，爸爸好了吗？好了，出门了。哦，对，快点，好了。买给我吗？没有哦。这个以前好像我骑过。怎么可能啦？不太一样，以前我骑的是一个排气管而已啊。你以前骑那个小野狼的。买这部给我。哎，我的尾式牌要换这个镜子。不方便。换这个很帅耶。你就会卡到。不会。我想吼，台湾係個一隻當好嘅國家，要為所不愛呢打拼啊，然後這是很自由的，就是說你只要肯做，按到機會就得做，那有錢好賺啊，生活品質會變比較好。我還蠻喜歡這邊的，我是都是當滿意的，有苦果是會有快樂啊。你有教大哥說泰文的我愛你怎麼說？好像忘記了，不知道對不對。有，我有教過他，我有教過他講泰文，可能他不想講，所以不想講，所以沒有再記這種。那我教你，你再對我講。不用教，我好像會講。那你講啊。薩拉坤。什麼？對嗎？你不用那麼卷舌了，就是產拉坤這樣子的。薩拉坤。不，男生要講說ผม啦，ผม，產是那個比較娘一點，比較女生。你講ผมรักคุณ的。ผมรักคุณ。ง่ายอย่างนี้啊。哦。ชอบ嗎？ชอบ。會臉紅。你看，都是由我煮的。哦。走過去了。你小心了，火大便了。我是梁海伦，我嫁到台湾23年了，我很幸运嫁到这个家，然后我的生意也是做得还不错，平平稳稳的。我希望说以后的生意也是很稳定，然后做到可以退休，跟老公游山玩水。认识你很高兴，能够成为你姐妹，我也很开心啊！也祝你生意越来越好，赶快的达成愿望。感谢你，这几年来真的是照顾我们的姐妹，谢谢。我当感谢我了早说照顾我木卡贵丰人，对阿爸阿妹照顧，也希望家順利，今來今後蒸蒸日上。謝謝媽媽為這個家還有店裡的付出，然後希望你以後能多多休息。老婆，謝謝你辛苦了20幾年，我愛你。